大家好，歡迎收睇4OSSIBLE 收市報告。今日係2026年8月21日星期五。首先講明，呢條片只供教育同娛樂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我哋開始啦。股市全線報捷，標普500升0.4個百分點，納斯達克升0.4個百分點，道瓊斯升0.9個百分點，羅素2000升0.8個百分點。引伸波幅方面回落咗1.2個百分點。睇返主要指數，今日最強係道瓊斯。整體嚟講，大市仍然企喺高位附近。板塊方面，原材料帶頭，升2.1個百分點，最弱係公用事業，跌2.3個百分點。11個板塊入面有8個上升。今日主角係 CF Industries， 升3.1個百分點。至於最弱嘅係 Applied Optoelectronics， 跌3.3個百分點。今日升幅榜 ，CF Industries 排第一，升3.1個百分點。跟住係 Palo Alto、Salesforce、SpaceX 相關 ETF 同戴爾。跌幅榜方面 ，Applied Optoelectronics 跌得最勁，跌3.3個百分點。之後係西部數據 Lumentum、康寧同英偉達。睇返成個觀察名單，18隻升，12隻跌。今日做得最好嘅係 CF Industries、Palo Alto 同 Salesforce。表現最差嘅係 Applied Optoelectronics、西部數據同 Lumentum， 其餘啲股份就好淡增持。跟住要留意咩 ？CF Industries 今日升3.1個百分點帶頭，睇下後續有冇跟進買盤。Applied Optoelectronics 最弱，睇下會唔會止跌。板塊方面，原材料帶頭，公用事業就拖後腿，引伸波幅回落，止蝕記住要有紀律。跟住講下5隻焦點股，呢啲只供教育用途，唔係投資建議。CF Industries 支持位喺127附近，止蝕擺喺125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138。Palo Alto 支持位喺343附近，止蝕擺喺338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398。Salesforce 支持位喺205附近，止蝕擺喺202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224。SpaceX 相關 ETF 支持位喺20附近，止蝕擺喺20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22。戴爾支持位喺429附近，止蝕擺喺423下面少少，目標大約480。全部都係跌穿支持位就止蝕，博2倍風險回報。投資記住要自己負責。講下 LEAP 股票替代觀察，今日有2隻合資格。Palo Alto 2027年12月17日到期，行使價320嘅認購期權，入場價大約每張11,468美元，目標14,908，止蝕5,734。戴爾2027年12月17日到期，行使價420嘅認購期權，入場價大約每張16,025美元，目標20,833，止蝕8,013。呢啲係深價內70 Delta 左右400日以上到期嘅認購期權，只供教育用途。以上就係今日嘅收市報告。如果覺得有用，記得撳讚、訂閱同開通知。冇嘢係唔可能嘅。It's4OSSIBLE